方駐防部隊聲稱被佢哋圍攻嘅聯合國安全區葉柏已經宣布投降，而回教徒政府已經承認同葉柏失去聯絡。西方國家就擔心啦，假如葉柏失陷，又會有另一股新嘅難民潮，而塞軍就會進攻另一個安全區瓜拉日代。不過西方國家到而家仍然係束手無策。由許方輝報道。法國總理朱佩建議西方國家派出聯軍保衛瓜拉日代，必要時仲考慮空襲塞軍據點。不過英國同美國都立即表示要慎重考慮。英國外相李文君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會談之後話，西方盟國仲未決定點樣解決波斯尼亞危機，聽日會喺倫敦召開會議。美國國內就有撤銷對前南斯拉夫國家武器禁運嘅建議。共和同民主黨兩黨嘅參議員喺參議院動議，俾回教徒政府獲得武器供應，自己保護自己。參議院今日就會表決。不過白宮同聯合國都唔贊成撤銷武器禁運。聯合國喺日內瓦總部召開緊急會議，但係並冇具體對策。聯合國秘書長加里只係呼籲交戰各方重新談判。佢又反對撤銷武器禁運，因為咁做會引發波斯尼亞全面戰爭，迫使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要撤走。The presence of UNPROFOR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. 西方國家同聯合國對波斯尼亞危機顯得完全束手無策，回教徒政府表示失望。We believe that the UN framework that is under UNPROFOR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is at an end. 亞洲電視記者碼頭就有安裝咗